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整椒鹼意麵焗藍莓芝士撻。材料有忌廉芝士250克、whipping cream 250克、藍莓醬適量、檸檬汁5克、糖10克、糖30克、藍莓醬60克、奶30克。我哋預熱焗600-350度，跟住預備一個焗盤。我哋冰櫃拎咗一冰嘅撻皮出嚟，就放喺焗盤上邊。350度焗25分鐘或者至到金黃色。將10克糖加入 whipping cream 入邊，先開1度攪拌，將容器傾斜少少打發 whipping cream。打至濃稠少少咧，就可以轉5度繼續打發。打至有阻力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轉動攪拌器繼續攪拌。打至呢個狀態有紋路同埋倒扣之後唔會跌落嚟咧，咁就可以放一旁備用。開1度將忌廉芝士打至順滑。打至呢個狀態加入糖。開1度攪拌。糖已經同混合物混合咗之後咧，就轉5度繼續攪拌。攪拌至呢個狀態就可以加入奶。開1度攪拌。奶已經同混合物混合之後咧，就轉5度繼續攪拌。攪拌至呢個狀態咧，就用膠刮將旁邊嘅混合物撥翻去中間，再開5度繼續攪拌。加入檸檬汁開1度攪拌。再開5度攪拌均勻。加入藍莓醬開1度攪拌。再開5度攪拌均勻。加入 whipping cream 混合物，開5度攪拌均勻。完成。將混合物裝入大嘅標花袋入邊。用夾封口，焗好嘅撻皮放涼之後脫模，反轉等一等就已經出到嚟㗎啦。將標花袋剪一個缺口，直接擠入去撻入邊就得㗎啦。我覺得呢個煎法係最靚嘅，直接擠落去，擠到適合嘅高度。大家如果中意咧，可以用抹刀啦抹平表面，唔抹都得嘅。完成。今次我用藍莓果醬放一滴喺面上，大家咧可以用新鮮嘅藍莓或者其他做裝飾。超簡易麵焗藍莓芝士撻，希望大家中意食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，希望大家 like 下，撳下鐘仔分享一下啦。